要我们现在进入呢，就是比较难一点点的部分了。刚才呢听起来曲子是不是都很短、很轻松、很少？那我们接下来呢开始呢，我们要进入到巴哈了。巴哈嘛，作为音乐之父，是不是听起来就好像比较厉害一点点？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演的呢是他的创意曲。那巴哈的创意曲原本是钢琴的，钢琴它有15首的创意曲，对，不对，30首。它的创意曲分为2声部跟3声部。它那时候创意曲被创造出来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为了给他的学生练习对位，就是乐理的部分，练习对位啊什么，然后所以创造出这些曲子。那它就分为2声部跟3声部。那我们今天演奏的是2声部的创意曲。对，那创意曲你们刚刚有听到吗？它总共有15首，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把15首演完，我们会挑其中的几首来演奏看看，这样。